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恩恩的事件是未收山，继续咧拖。随着11段关键的录音档互媒体爆出来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早起道歉了，伊讲伊会全部负责，也毋过到下晡过来解释，讲要交司法单位来调查。这是互恩恩的爸爸真不满。昨深夜，伫个面册铺文章，对新北市政府提出7大疑问，嘛要求市府要来交出着3份的调查报告。再起，这个恩恩爸爸搁伫个广播电台的节目来指控讲，这个录音档献光了后，新北市政府是安尼急活活，无要无紧，拢无咧关心。他还说，录音档的公布对家属跟同仁造成困扰。困扰我的是你一直迟迟不给我这个关键的很像录音档，而且还让我是从媒体上吹哨者提供出来之后，我才有办法听得到。你百般的刁难才叫困扰。甲周玉蔻连线，恩恩的老爸控诉新北市政府事后议员无伫关心，所以真正无法度接受。伊比对录音档甲通联记录表，昨暝恩恩的老爸佫提出7大疑点，爱新北市消防局甲卫生局互伊一个交代。卫生局的陈局长吗？还是你侯友宜侯大市长？到底是谁？然后请为这个政策负责。因为你们设计一个非常糟糕、要人命的 SOP， 却没有备援的计划。新北市在疫情期间的病患的后送机制，都依照中央的指引来执行。新北市的送医没有自创 SOP。每一次的电话感觉都不知道病程，的病程又更严重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4月14号当天当下，勤务中心的指挥官是谁？4月14号，新北市当天确诊人数达360人，电话无法接，同时因为占线。代志发生迄一天，上好病院伫第一时间问勤务中心确认讲，敢是无要收确诊者，当时院内到底出什么问题？双和医院前一天有急诊医护的确诊，他们要实施分区的降载清消作业，所以当时中和区的卫生所就在透过各种的管道，赶紧来协助联系。针对市长侯友宜讲要负起责任的回应，和恩恩的老爸真不满。可是我不懂，你早上说你要扛起责任。问你扛起责任的具体作为是什么？你下午怎么又改口？恩恩的老爸认为讲，应该发起新北市政府内部的行政调查，还佫交出4月份的调查资料，以及提供和 CDC 的调查报告，3份报告提出来公开，才会当了解上亿的真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